Hi，錄影嘅時間係2025年嘅5月10號星期六，英國時間嘅朝頭早7:53。今日室外溫度最高係21度，最低係8度。而家呢1秒鐘咧，室外溫度只係得12度，所以着翻件外套。咁我諗咗一晚，咁終於都要起來講我第二次被迷姦。發生嘅時間咧就係2024年嘅12月10號凌晨時分。我記得咧就去到呢兩個朋友嘅屋企嘅時候咧，原本係即係傾下偈，講下喺2024年11月18號喺桃園國際機場 Arrival Level 1號行李輸送帶喺嗰度發生咗喺我身上嘅一宗插贓嫁禍未遂嘅事件咁樣。咁我想聽下兩位朋友嘅意見。咁啊去到佢哋屋企嘅時候咧，就咁佢哋好好啦，咁佢哋整咗啲宵夜啦，紅豆沙嚟咁樣。咁啊先懟為敬啦，咁啊懟完個紅豆沙之後咧，跟住我就斷片啦。斷咗片之後咧，再到我有意識嘅時候咧，就已經係我眼前係漆黑一片嘅。我感覺上我應該係趴喺趴喺度嘅，咁就係心口因為壓住，有啲唞唔到氣，好似呼吸唔到咁樣，咁所以好驚，跟住想去掙扎。咁但係一掙扎嘅時候咧，我就發現我兩隻手啦，同埋我隻身體啦，同埋身體一下肢啦咁樣，咁全部咧就係即係我唔知有幾多個人，但係起碼我聽到嘅就係呢兩個朋友把聲咁，叫我就唔好喐唔好喐。咁但係佢越係撳住我，越係壓制住我，咁我就越驚，因為我唞唔到氣，同埋我睇唔到，我眼前係黑嘅，漆黑一片。我唔知係被蒙咗眼啦，定係因為現場冇燈光定乜嘢，定係我唔知因為斷片或者令我斷片嘅嗰一啲嘢，令到我失去視覺定點樣啦？我係睇唔到嘢，喪失視覺，漆黑一片，然後想喐唔到，跟住然後不斷有人撳住我咁樣。咁喺個相當激烈嘅掙扎，我唔知道做咗幾耐啦。咁我係再度失去知覺嘅。到我再有知覺嘅時候咧，已經係天光㗎啦。咁我就發現咧，嗰間房嘅燈咧就全部着晒，然後我就係躺臥喺佢哋嗰張床褥上邊，床單唔見咗㗎啦，係床褥嘅啫。而床褥同我嘅臀部之間咧，就係有一撇我嘅大便，而大便裏邊混雜一啲白色嘅液體。咁當我清醒之後，咁我見到咁嘅狀態嘅，咁啊全身一絲不掛，加上我係瞓喺我自己嘅大便上邊，咁我嘅經驗或者我嘅知識話俾我知咧，我應該係失禁。但係我因咩事失禁咧，我又唔知。但係我想起身嘅時候，我發現我喐唔到，下半身喐唔到。咁我見到我兩個膝頭哥咧係發黑嘅，係瘀黑嘅，想屈埋唔到嘅。但係又唔見佢兩個喎，唔知去咗邊喎。好啦，咁過咗一陣間，當我自己喺度即係搓翻熱個膝頭哥之後咧，勉強可以起身嘅時候，我就因為佢係 penthouse 嚟嘅，咁我就落樓梯，勉強地啦，扶住落樓梯咧，就去到樓下嘅浴室咧，就係想即係起碼沖乾淨自己身上嘅大便啦。咁見到佢哋兩個咧，就喺即係樓下嗰一層嘅客廳咧，就神色自若地喺度玩手機啊，即係噓寒問暖啊，醒啦咁樣啊。咁我亦都冇任何發爛渣，又或者任何即係指控或者粗暴嘅一啲反應。我即係第一時間同佢哋講唔好意思，我整污糟咗你張床褥。咁佢哋話係啊，咩事咁樣？好似即係恍然大悟咁樣。然後佢哋其中一個咧就上咗去樓上去睇下嗰間床褥啊，嗰間房咩狀況。另外一個咧就留低喺下邊客廳嗰度咧，就係睇住我入去浴室啦，或者監視住我入去浴室啦。
咁啊亦都留意到我手上係攞住部手機嘅。咁佢哋都即係好溫馨咁提示啦，手機攞入去沖涼可能整濕會整壞嘅，不如擺得喺台面啦咁樣。咁即係話佢唔想我手上有手機啦咁樣。咁既然喺佢哋嘅地方，而佢哋兩個人，我得一個人，佢話乜咪乜咯。反正即係我部手機應該唔係咁容易，或者佢哋應該唔會咁容易有技術可以打開啊嘛。咁我就放低喺台面，我就去咗沖涼。咁沖涼嘅時候咧，我就盡量用熱水，即係令自己個血液循環快啲啦。希望嗰啲即係關節全部即係喐唔到啊，或者淤青嗰啲關節，盡量就希望喺最快嘅時間可以即係活動自如翻啦嚇。咁我先至可以即係就算要發爛仔，要喐手喐腳嘅話，咁都喐到隻手，喐到腳先至可以喐手喐腳㗎，係咪？好。沖完涼走出嚟之後，咁就樓上嗰個依然都喺樓上，咁但係就聽到佢喺度用緊即係水喉啊，用緊一啲方法去清理緊喺床褥上邊嘅嗰啲大便。咁而喺客廳呢一位咧就好好喎，咁樣就問我口唔口渴啦，飲飲嘢咁樣。咁啊當時佢俾咗一罐荔枝味嘅汽水，咁好好飲，真係好好飲。喺嗰個時候我就即係好唔客氣地咧，一口氣咧飲咗3罐，咁佢都好好俾咗3罐我飲。咁就喺即係樓上嗰位好即係滿頭大汗咁樣，即係搞咗一輪都即係又落嚟樓下客廳個廚房嗰度睇下有冇其他嗰啲清潔用具啊，或者嗰啲清潔劑可以幫到手去清理喺個床褥上邊留低嘅大便。就喺呢個時候，發覺我真係又係神來之筆。就喺呢個時候咧，我就攞起個手機，然後就同佢哋講：我賠翻床褥俾你哋啦。咁然後就洗床褥嘅嗰位咧就話唔使，但係俾汽水我飲嘅嗰位咧就話唔好意思嘅，唔緊要啦，都唔俾錢咁樣。咁但係我就開始打開蝦皮呢一個網購嘅網頁，然後就開始喺度揀緊啲床褥嘅時候，咁我揀緊一啲即係譬如都 IKEA 啊，又或者係一啲6寸啊到8寸厚啊，或者係即係平時我自己會用開嘅啲床褥啦嚇，咁都係唔係平嗰啲啦嚇。咁如果即係換翻港紙嘅話，平時我喺 IKEA 買嗰啲床褥都6、7千蚊一張，或者7、8千蚊一張咁樣。咁跟住佢就話唔使啦，唔使咁初以為就係話你唔好咁破費啦，買咁貴。其實唔係，係因為呢啲咁厚嘅床褥、咁有質感嘅床褥、咁有質量嘅床褥咧，佢哋唔夠力搬上去閣樓啊，即係唔夠力搬上去個 penthouse 度，同埋條樓梯好窄住唔到彎。咁我就問佢咁樣叫佢料啦嚇，咁睇下邊一款嘅厚度啊，同埋邊一款嘅尺寸係同佢哋俾我整污糟咗嘅，俾我啲大便整污糟咗嘅嗰張床褥差唔多嘅，就買翻嗰張啦咁樣。咁後尾佢終於揀到啦，揀到之後咁我就話咁2張啦，啊2張。咁佢就唔使啦，1張咪得咯咁樣。咁我其實因為咁薄咧，同埋咩咧，兩張好似會舒服啲嘅，反正都係買咁樣唔爭在啦。同埋即係我一定要表達即係我嘅歉意咁樣。咁呢一位喺廚房即係揾緊清潔工具嘅嗰一位就話唔使客氣啦，反正都係即係洗得乾淨嘅，冇問題㗎，搞得掂嘅咁樣。咁但係我就話啦，咁嚴重嘅滲漏，個面積咁大，唔好慳呢啲錢啦，即係我亦都覺得好唔好意思咁樣。咁而俾汽水我飲嘅嗰位咧，咁就亦都即係附和我啦，咁樣冇問題啦，同埋個價錢亦都唔係真係好貴。咁於是乎就我就 click，
咁然後就送貨地址嗰度咧，就我請呢一位俾汽水我飲嘅嗰位朋友咧，佢自己填。咁就佢填因為要有即係收件人嘅名啦、手提電話啦，同收件嘅地址咁樣。咁佢入晒之後咧，咁就我就負責俾錢啦。俾完錢之後，咁我就發現我嘅手腳咧就開始會有自愈啦。於是乎咧，咁我就話我要翻屋企休息啦咁樣。咁佢哋經過咗頭先嗰輪咁嘅噓寒問暖啊，我又即係賠償啊，又即係表現得咁和顏悅色啊咁樣，咁就令到佢哋都冇乜警戒之心，於是乎就俾我走。好，喺走嘅時候咧，我記得我係着件藍色嘅長袖恤衫，跟住一條長褲，然後孭住個袋，咁就喺佢哋住嘅嗰即係嗰個 block 咧，地下出口嗰個位咧，對正咧就有一個出口嘅。但係嗰個出口咧，即係個閘啦嚇，要撳掣先至出閘嘅嗰個出口咧，我哋即係姑且叫做 B 出口啦。B 出口咧就係連接後街嚟嘅，就要兜一個少少嘅路先至可以去到大路接到的士嘅。而平時咧，我坐的士去到呢個地方落車同埋進出咧，主要都係喺 A 出口。A 出口咧就並唔係睇正呢一個佢哋住嘅嗰個 block 地下出口嗰個位嘅，係要轉右，然後就再轉右先至去到A 出口咁樣。我落到佢哋個 block 嘅大樓出入口嘅時候，對正咗就係個 B 出口。咁我見到有一個我諗係1米都要1.85米㗎啦嚇。咁就喺嗰個大閘嘅裏邊啊，即係仲喺屋苑範圍裏邊啊，就攞住一個塑膠袋，即係類似嗰啲外賣嗰啲咧，攞住個飯盒咁樣啦。咁啊，哇！咁你1.85米攞住個飯盒喺嗰個，又唔係出去，又唔係啱啱入嚟，而係喺嗰個 open area 嗰度，即係行嚟踱去。然後一見到我嘅時候咧，就唔知即係佢咁高咁鬼高大，點樣定匿啫？同埋嗰個位又冇任何即係可以做掩護嘅物體俾佢即係收起自己咁樣。咁佢就好措手不及。咁於是乎就見到喺度行嚟行去點嚟點去嘅時候，咁我更加就覺得佢應該係跟監嘅男人其中一個嚟。咁既然係咁倒不如我上前迎上嚟。咁你望下我望下你咁樣咯嚇，咁等你有交差啊！咁行上去之後，我差唔多同佢距離大概我諗咪10米、8米咁遠咁上下啦。佢就即刻撳嗰個掣，然後就個閘一開，佢就奪門而出。我心諗點解你咁驚我嘅？既然你係嚟跟蹤監視我嘅話，點解會被你跟蹤監視嘅嗰個目標人物？反而有一種即係壓迫力將你推返出去嘅，咁奇怪嘅。咁唯一一個合理解釋嘅咧，我就係話咁，因為你唔係住喺度噶嘛，你根本就唔係住喺度，所以你唔知去邊度，你亦都唔知究竟喺隔離呢2個 block 樓下出入口，你係撳密碼啊，定係用鎖匙嗰啲磁卡去開門啊，定點樣？你都方寸大亂，你都冇做過任何 research， 你都唔知接下落嚟應該係做啲乜嘢先至唔會令到我或者其他居民對你嘅出現感到懷疑。於是乎，唯一你可以做嘅就係奪門而出啦。好啦，咁既然你都掉頭走嘅，咁唔通我會掉頭走咩？於是乎咁啊，佢個閘都未閂埋，咁我就已經跟住個閘咁啊出去。出去之後咁我覺得既然 B 出口有一個1.8米幾攞住個便當，即係手足無措、措手不及咁樣，咁我估 A 出口都應該有佢嗰啲即係長官啊、隊長啊，應該喺嗰邊嘅。因為如果按照佢哋嘅情報，又或者如果有人通知佢哋嚟夾我嘅話，或者嚟跟監我嘅話咧，一定會回答佢哋一個問題，就係喂2個出口，佢會邊個出口大機會，即係佢會用邊個出口機會大啲啊咁樣。咁按照平時呢2個人落嚟接我嘅嗰個習慣，都喺 A 出口附近，都喺 A 出口嗰度出入噶嘛。咁我相信如果有人或者呢班
更監男女去問我將會喺邊個出口離開呢個屋苑嘅話，呢兩個人一定會答佢 A 出口。咁所以我就判斷，我由 B 出口，咁我咪兜個半弧行翻去 A 出口咯。咁我相信我應該會同佢嗰啲同事打個照面嘅。咁而事實上，亦都真係打咗個照面，面對面，你眼望我眼。你眼望我眼之後，佢哋又冇反應，我亦都唔需要俾咩反應。於是乎，我就沿住平時行嘅嗰條路，就去到大路，跟住就一路向地鐵站方向就行，跟住就即係上地鐵。跟住當然啦，咁佢哋一去到地鐵咧，就係佢哋嘅世界嚟㗎啦，即係如地鐵沿線咁樣，咁啊冇路走嘅密封嘅環境咁樣，咁算繼續每個站佢哋都會換人，車廂喺我周圍1、2、3、4啊，東南西北一定係佢啲人嚟嘅咁樣，咁我都估到係認到係佢哋啦，同埋都知道啲動靜已經知係佢哋咁啊，唔咯，佢哋又對我冇任何嘅舉動，亦淨係只會喺我東南西北咁企喺度圍住我，咁我俾佢哋圍咯。然後我就喺2024年嘅12月10號，我諗夜晚唔記得幾點，翻到去我住處嘅時候咧，咁我就喺沖涼之前，我用手機就影低咗我當時嘅皮膚上邊喺我皮膚上面留低嘅嗰啲痕跡啊、傷痕啊，我將我自己記錄低啦嚇，我將我自己嘅外表記錄低。然後就當晚好唔舒服，咁我就去咗亞東醫院板橋嘅亞東醫院嘅急症室，因為我上網睇過附近嘅急症室咧，本來就最近嗰間咧就係喺英士路嘅板橋聯合醫院，咁嗰間醫院係急症室嘅。但係嗰間急症室咧就係去到夜晚8點就收工㗎啦，唔係24小時嚇，朝8晚8咁樣㗎。咁唯一24小時會提供服務嘅咧就係亞東醫院。咁而當時我冇記錯，應該都係10點零鐘㗎啦已經。好，跟住就截的士啦，咁就去咗亞東醫院。嗱，我先講解一下亞東醫院急症室個結構下。如果面向急症室 ground floor 嚟嘅，面向急症室嘅話咧，出面停車場呢個位嘅右手邊咧就係一個即係 security 嘅更亭嚟嘅，即係係啦，有幾個 security 喺度啦。咁而 security 更亭呢個旁邊咧就有一個入口，咁呢個係玻璃嚟嘅，隔離係玻璃嚟嘅。咁呢個入口入咗去之後咧，喺你面前都係一段玻璃。而玻璃嘅左手邊嘅盡頭咧，先至另外有個缺口。即係用嘅說話講咧，你係一定要經過 security 進入咗呢一個玻璃幕嘅範圍之後咧，要左轉，沿住呢一條兩邊都係玻璃嘅間隔嘅一個隧道，行到最尾咧，先至可以右轉進入去急症室嘅範圍。咁而喺呢個過程咧，啲 security 見到你冇口罩嘅話咧，就一定會叫你喺隔離一個自動販賣機度咧，就買2個口罩，40蚊台幣。然後咧就會入到去，一定要戴住口罩入去急症室範圍。好啦，頭先講到嘅咧就係要行入嗰條咁嘅玻璃隧道，去到盡頭轉右，先至有入口咁樣。好啦，喺呢個入口一進入急症室範圍啊，左手邊咧正喺個左手邊咧就有個自動門嘅出入口嘅。咁而呢種自動門咧係需要用 QR code 去嘟先至會開嘅。咁而自動門嘅隔離咧就係一個繳費處，繳費處再隔離咧就係一排凳，
呢一排凳一條走廊啦，呢排凳去到最尾嗰個位置咧，就係另外一個出入口。嗰度自動門咧，亦都係需要用即係 QR code 嘟先至會開嘅。咁而嗰個入口咧，嗰個出入口咧就係進入去醫院留醫嘅嗰啲，即係要 admit 嘅嗰啲嗰個大樓裏邊嗰啲升降機啊，即係你要 admit 啦，你要住院啊，先至會用到嗰個出入口離開急症室範圍，然後就係去樓上嗰啲咩雙人房啊、單人房咁樣。而如果唔使 admit 嘅話咧，就會喺正頭先入口左手邊呢一個位，即係夾住管理處夾住繳費處嘅呢個位咧，呢個出入口咧一出去咧就係連接亞東醫院平時大家都會入去掛號嘅嗰個大堂嗰個位置嚟嘅。OK， 即係如果你冇需要嘅話，或者你需要離開嘅話咧，你就用即係叫 A 出口啦嚇。如果你即係睇完醫生之後，即係要 admit 啊、留醫啊、做手術嘅話咧，就會喺入邊嗰個 B 出口。好，咁喺頭先所講嘅嗰堆咁嘅嘢，即係收費處啊嘅繳費處啊嗰度之後咧，出邊度咧就有一個 counter 嘅呢一邊右手邊咧就兩張凳，然後咧掛號處咧就係呢一度啦。咁咧就兩個着白色衫，我唔能夠講佢係護士啊，即係能夠講著兩個白色衫嘅職員咧就會喺度，然後就即係負責幫你掛號。咁由於係即係雖然係第二次被落藥迷奸咁，但係即係第一次被迷奸之後去醫院，咁所以我仲有即係少少面皮放唔下。於是乎我喺掛號嘅時候，我只係同個護士講，我俾兩個人打。我冇提到被落藥迷奸。我原本係諗住入到去見到醫生嘅時候，先至同醫生單對單嘅時候，即係有翻啲 privacy 嘅情況之下去講。咁就兩個護士聽完咗，俾人打啊，識唔識㗎？係咪家暴啊？咁樣我唔係朋友嚟，朋友打你啊？咁樣係。咁跟住就幫我登記啦。登記完之後咧就去繳費處嗰度啦。咁樣。係咪繳費先咧？唔係好記得啦。我就係知道繳費個費用咧就係1005台幣，即係你急症室睇即係睇急症嘅話咧，係要俾1005台幣，折合港紙係250蚊左右啦嚇。Anyway， 我唔記得咗係俾咗錢先定唔俾錢先。OK， 好，然後就成功掛號之後咧，佢就叫我去繳費處隔離嘅嗰一排凳，就喺嗰度等。咁喺等嘅時候咧，我一坐低嘅時候，其實對面都係另外一排凳嚟嘅，因為入去裏邊個診症範圍咧，就係喺對面嗰排凳嘅個入口喺對面嚟嘅。咁我就坐喺呢一邊繳費處隔離嘅嗰啲凳，就望住診症範圍裏邊嗰個入口，咁就等嗌我名，又或者等醫生出嚟叫我入去俾佢睇醫生，即係診症啦嚇。咁而喺呢個時候咧，我發現有兩樣嘢。第一樣咧就係喺對面嗰排凳度咧，就有個中年男人攞住個透明膠袋，然後喺佢面前咧就有幾個我諗係急症室裏邊嗰啲醫生護士啦，就喺度同佢喺度即係勸佢啊、關心佢啊咁樣。咁而呢個先生咧，呢位我諗係細我好多，咁啊40出頭啦咁樣，然後就講嘢都好勞氣，就一路問佢究竟你俾啲咩藥我食，一路就都好勞氣，即係叫佢哋講你話俾我知你俾啲咩藥我食得㗎啦，然後就講唔夠兩句佢就嘔血，嘔落佢揸住嘅嗰個透明膠袋裏邊。我睇住嗰個袋，由本來少少血，但係佢兩個一來一回傾完嗰兩句或者嗌個交啦嚇，一來一回幾句之後咧，1/4袋血。我心諗哇！呢間醫院究竟開啲咩藥，俾啲 patient 可以嘔血嘔到哇！真係嚇唔使血漿喎，真係。嗱，我知道啲出面嘅環境係有啲嘈，但係因為星期六咧，咁屋主個女咧放假，咁瞓緊覺，
咁所以我先出嚟呢度，費事喺裏邊錄咁嘈住佢。咁所以大家即係忍耐一下呢啲噪音啊！正正因為呢一個人嘅嘔血，就令到我視線咧冇集中喺我自己唔舒服嘅身上，耷低頭，反而係望住佢。亦因為咁，俾我眼尾睄到右手邊喺 A 出口同掛號處中間嗰度咧，有一個肥嘟嘟嘅護士，而佢旁邊咧有一個戴住口罩嘅女人。我諗身高係1.5米，唔夠1.6米咯嚇，1.5米幾咁樣啦嚇。然後就好死唔死就我俾我認到佢係邊個？佢就係其中一個跟監男女喺其中一間全聯超級市場。因為一個咁凌厲嘅眼神，即係令我好記得佢。而呢一個女人，即係我懷疑係呢個跟監男女嘅其中一個咁凌厲眼神嘅女人，佢要由呢一個肥頭得意嘅護士幫佢開門，先至由 A 出口離開，亦即係話佢係冇 QR code 去拍卡，然後離開急症室範圍。嗱，點解會有 QR code 咧？就係因為每一個 patient 佢會有一張陪病卡，而每一個 patient 都會有一個 quota，就係佢嘅朋友或者親戚可以嚟陪病。我唔知最好嘅中文有幾好啊！即係陪診又好，即係陪伴又好，我唔知點解呢一張咁嘅紙皮咧就叫做陪病卡。而呢張陪病卡咧係每一個 patient 只會發2張。一張就係個 patient 自己攞住，另外一個咧就係陪佢入嚟 escort 佢入嚟醫院睇病睇急症嘅嗰個朋友或者嗰個人。咁佢一定要憑呢一張卡上面嘅 QR code 先至可以開到 A 出口嗰道門離開急症範圍。而如果冇呢一張卡嘅人，只有一個身份，佢唔係陪任何人嚟急症室，所以或者叫急症室範圍啦，喺院方咧係冇發出一張陪病卡俾佢，或者佢有另外一啲卡令到佢有啲好超然嘅特權，佢係唔需要即係呢啲咁嘅文書咯。佢點下個頭就自然有一啲即係護士啊，讀咗好多書啊，嗰啲醫護人員就為佢服務啊，即係幫佢開門啊，幫佢講拜拜啊咁樣啦，服從佢嘅指示啦。咁當呢一個凌厲眼神嘅跟監男女離開咗由 A 出口離開咗急症室範圍之後咧，喺我面前呢一個診症範圍裏邊咪有個出入口嘅，就有一個 TB 啦嚇，又係醫療人員嘅穿着打扮啦，咁就走出嚟，然後喺我面前遞張藥單，叫我去藥房攞藥。我睇下張藥單。止痛藥，跟住我同佢講：我未睇醫生嘅喎。然後佢四周圍望下，發現唔見頭先嗰個女人，即係嗰個需要護士幫佢開門送佢老母個臭閪出去嘅嗰個女人。咁跟住佢就收翻我嗰張止痛藥，即係收翻我張藥單，然後就問我邊度唔痛，邊度唔舒服，跟住。我話我想見到醫生先至講咁樣，然後佢咧就將我送咗去照 X-ray， 同埋照咗個磁力共振。咁然後我再翻嚟，而家即係頭先坐嗰個位喺度等啦。跟住冇幾耐，咁呢個 TPA 走出嚟就講就係話。X-ray 同埋磁力共振都冇發現任何即係骨折啊，亦都冇一啲即係嚴重嘅傷痕啊。俾翻嗰一張藥單我，叫我去藥房攞止痛藥，就打發我走。如果嗰個跟監男女仲喺急症室範圍嘅話，
我諗我估啊，最初佢出嚟嘅時候就未知嗰個跟監男女離開咗急症室範圍未，所以佢一嚟就叫我走。但係當佢發現嗰個人唔喺度嘅時候咧，或者離開咗之後咧，我諗佢都有啲驚嘅。如果乜都唔做嘅話，就打發我走。萬一我離開咗醫院之後有啲咩三長兩短嘅話，咁變咗個波落喺佢頭上面㗎啦嘛，佢接㗎啦嘛。咁所以即係好係醜係人係鬼都好啦，咁就幫我照咗個 X-ray 同埋磁力共振。咁見到冇嘢嘅話，大條道理就叫我走啦。好，咁既然嗰個女人對急症室有咁大影響力同指揮嘅權力，咁我留喺度都唔會有好結果㗎啦，亦都唔會得到恰當嘅治療㗎啦。咁我就當自己係唔知乜嘢嘅，即係唞下就會冇事嘅嗰啲情況啦。跟住我好，咁我走啦咁樣。咁就喺12月11號嘅凌晨時分咧，我就會返到我住處。到12月11號，我瞓咗一日，我都真係頂唔順。於是乎，我近黃昏嘅時候起身，我就打電話俾我同樣喺香港過去嘅一位朋友。咁就約咗去佢一間相熟嘅牛肉麵嘅麵檔嗰度啊，咁就即係見面傾偈。咁我係第一次，亦第一個將成件事講俾佢聽嘅一個第一證人啦。咁當時佢就同我講，就話佢識得朋友喺咩三軍醫院嗰度，咁就會幫我安排盡快做一個即係檢查，因為我聲稱啊，我係被落藥迷奸嘅，咁所以咧係會即係嗰個檢查係同一般呢啲咁嘅照 X-ray 啊、MRR 啊、摸下你嘅手啊、探下熱啊係唔同噶嘛，即係性侵嘅檢查，唉。咁我都唔係，即係我都有略知一二嘅。咁但係嗰啲動作就冇喺我身上發生過啦。即係醫院裏邊冇幫我做過呢啲咁嘅檢查。喺12月10號嗰日冇。咁然後就另外佢又話佢識得一啲即係位高權重嘅一啲警察咁樣，咁就應該可以即係幫我問到究竟喺咁嘅情況之下，我係先要有驗傷報告先去報警啦，定係去報咗警之後先至去做呢個驗傷咧咁樣？咁跟住佢話佢會幫我做呢樣嘢，幫我打聽呢樣嘢。咁我話哦好啊咁樣。咁於是乎我就坐的士就再翻住處，就喺12月11號嘅夜晚咧，翻到住處之後咧就繼續瞓，希望即係盡量休息，希望可以即係恢復體力，然後就冇事啦。點知12月12號，我發覺我點瞓點休息都好啦，我嗰個唔舒服係接近到我覺得我係咪會死咧嗰個咁嘅地步。我真係有啲懷疑我係咪會死咧，即係嗰種唔舒服我係唔識講，但係我喺度等我呢個朋友嘅電話，因為佢話佢會幫我安排咩三軍總醫院嗰度做呢一個性侵檢查啊。同埋聯絡一啲即係佢識得嘅嗰啲，即係喺警界好有權力嘅嗰啲人去問一個好簡單嘅 procedure 嘅問題，就係要先攞去驗傷啊，先去報警啊，定係報警先驗傷咁樣？因為人生路不熟啊嘛。好，我一路等，等到夜晚9點，等到夜晚9點。我呢個朋友都冇任何 message 俾我，於是乎我就主動聯絡佢啦咁樣。咁佢嘅留言話俾我知咧，就係佢嗰個三軍咩總醫院嗰個朋友同佢講咧，最快可以幫我安排到嘅就係12月20號。12月20號先至可以安排到時間去三軍咩總醫院嗰度咧做呢一個即係性侵檢查，而佢嗰啲警隊朋友咧就放假，暫時揾唔到咁樣。咁聽到呢兩個咁嘅回答嘅時候，咁我當然就好失望啦，亦都好辛苦啦，亦都好痛啦咁樣。咁跟住我就問佢，我話以你即係嘅法律常識，
咁你認為我應該係係咪要去報警嘅咧？你可唔可以陪我去報警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咧，佢就講咗一句説話，咁我覺得，佢真係飲醉咯。佢話仲報警？我啲兄弟咁俾人咁欺負，俾人咁蝦，我梗係同佢報仇啦。跟住我打咗一段留言俾佢，咁我話聽朝起身你醉醒之後仲記得嘅話，你就幫我報仇啦。2024年嘅12月12號晚，我真係好唔舒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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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唔舒服。包括聽完我呢個朋友俾我嘅留言之後，我更加唔舒服。跟住我再一次去亞東醫院急症室，呢一次我直接同掛號嗰個護士講，我被落藥迷姦，我希望可以你哋幫我做呢個即係性侵嘅檢查。跟住咧就好快就進入咗去裏邊嗰個診症嗰個 area 啦，跟住有個肥阿嬸啦，咁啊問我兩句啦，然後就問我攞咗即係我。跟住就幫我抽血啦，抽血嘅過程又相當之粗暴啦，即係插完兩邊手踭呢個位唔得，跟住就再插前少少，兩邊都唔得，跟住再插呢邊手背又唔得，然後最尾插呢邊手背得，跟住然後攞尿液樣本啦，咁然後就等報告喎。咁等報告期間咧，就安排咗我就瞓喺一張嗰啲咁嘅病床，然後就喺個角落頭嗰度咁啊等報告。我唔知係等到幾多點，有一個又係呢啲咁嘅醫療人員打扮嘅女仔啦嚇，咁好把聲好尖嘅，即係個 key 好高嘅，咁啊走到嚟我床邊叉住條腰，但其實就唔係同我講嘅喎，因為佢係對住其他。喺呢一個急症室診症範圍裏邊，其他人講：你嘅餘生都要洗腎啊！咁我就問啦，咁點解我要餘生洗腎呢？跟住佢就掠咗幾隻字出嚟，咁我聽唔清楚嘅。咁我話吓？你慢慢講多次俾我聽得唔得啊？跟住佢就答我：你 Google 啦。你自己 Google 一下啦。我少少同佢講，我知我會自己 Google，但係我都要知我 Google 啲乜嘢㗎嘛？你可唔可以清楚話俾我知頭先你所講嘅嗰幾隻字係邊幾隻字啊？等我 Google 啊。咁佢就行撚咗去啦。好啦。咁既然我係一個即係餘生要洗腎嘅人，但係又唔知因咩事餘生要洗腎，咁我係咪要住院啊？哦，好啊，咁跟住我就自己就勉強落床，跟住行出去嗰個繳費處嗰個位，跟住然後玻璃背面咧後面咧就有個即係嗰啲阿嬸啦咁樣，咁我就話俾佢知，咁咪俾啲文件佢啦咁樣，咁你要住院啊好啦咁樣，咁然後佢就問我住咩房啊咁樣，咁。我話我唔知，我未試過喺度住院，我唔知道有啲咩選擇咁樣。於是乎咧，佢就俾咗一張過咗膠嘅 A4 紙，即係類似你食魷魚羹咧，你咪有張菜單咁樣嘅嗰張膠，即係過咗膠嘅 A4 紙咁樣。上面全部都係字嚟嘅，全部都係字嚟嘅，就同佢嗰啲交通標誌一樣嘅。交通標誌係唔係用符號啊，用公仔去話俾你知？呢個路面情況啊，又或者即係駕駛人士需要注意啲乜嘢，而係用文字去表達話俾你知，跟住落嚟有啲咩路況啊，點樣改道啊咁樣，係用文字，係即係用中文，冇其他文字去翻譯嘅，得中文嘅啫。如果你唔識中文嘅話咧，你根本就唔明究竟呢一個咁嘅交通標誌上邊嗰篇文章係寫咩。咁當時我實在太唔舒服，我冇辦法，就算我真係
即係滿血復活都好啦，咁多隻中文字，每隻字我都識，但係拼埋我唔知講乜嘅咁樣。咁原來裏邊咧嗰堆咁嘅字咧係隱藏住9款唔同嘅病房，價錢由最平嘅1,300蚊定1,500蚊台幣1萬，到11萬都有，總共9等。咁因為冇圖片，冇任何嗰啲 box 做一個比較咁樣，即係就算有嘅話，你知啦，即係買手提電話 plan 我都係唔識點樣去比較嗰3個 plan 之間邊個啱我用，邊個唔啱用，邊個抵啲㗎嘛。通常買手提電話嗰個 plan 我梗係揀最貴嗰個就唔使煩啦。咁但係你如果佢最貴嗰個係11萬台幣1萬嘅話，咁我梗係冇本事，我又唔知住幾耐。餘生要洗腎喎，好大件事喎，我咪留翻啲錢去洗腎咧咁樣。咁於是乎我就揀咗中挺嗰隻啦，我揀咗個9000蚊1萬。咁跟住同佢講我9000蚊啦咁樣，跟住佢突然間就好似含辛茹苦懷胎10月生我個老母咁樣，似我老母咁樣，9000蚊呢個唔抵啊！9000蚊同7000蚊呢一個差唔多嘅咋，7000蚊呢個啦，咁樣我心諗我屌你老母，我好唔撚舒服啊！是撚蛋啦，7000又好，9000又好啦，你達點就點啦，仆街唔該鏟。咁跟住俾錢啦，俾完錢之後咁我入院啊嘛，但係我嚟睇醫生嘅時候，我乜撚都冇，但係我冇預過我會終身洗腎㗎。於是乎，我咪用我嗰張陪病卡個 QR code 打開咗 A 出口嗰個門，咁就經大堂就出咗去出邊的士站嗰度，就諗住坐的士翻去我住處嗰度執啲入院要用嘅嘢，譬如拖鞋啊、毛巾啊、牙刷啊、少少乾糧啊、利賓納啊、飲品啊之類啊咁樣，充電器啊咁樣。我個人喺度坐等的士嘅時候，我電話就響啦。繳費處呢個冚家產咧，打嚟同我講就話：你離開咗我哋嗰個急症室範圍啊？我係啊，你去邊啊？我翻去執啲入院要用嘅嘢咯。你啱啱離開咗，咁頭先所做嘅嗰啲嘢要從頭再做過噶噃。如果你要入院嘅話咧，你要翻嚟再掛號再睇醫生，然後醫生再判斷你真係入院嘅話，即係頭先你所做過嘅嘢咧，要重複再做一次。哦。是撚蛋啦，好啊！你話點就點啊，再做就再做咯，仆你一街收佢線。咁我坐咗架的士翻去住處，然後佢叫架的士唔好走，等我。唉，我諗我用唔夠10分鐘嘅時間就上樓執嘢，落樓上翻的士，再趕翻去。咁我以為要從頭再嚟過嘅，因為你講得咁 firm，你哋唔係啲講得出做得到嘅人嚟㗎。講下啦，就原來嚇鳩我㗎咋，原來真係嚇鳩我㗎啫。翻去之後咧，咁就順利俾我入去呢間房啦咁樣。咁嗰陣時都穩穩頓頓嘅，其實我就唔知即係點樣由 ground floor 上到去12樓我間單人房個過程，我真係唔知，因為嗰陣時已經唔舒服到我真係去咗另外一個境界咯。好啦。咁由12月13號係咪夜晚咧？12月13號夜晚啦嚇，咁就 admit 之後，咁去到12月19號我自簽出院嘅中間發生嗰啲事情咧，我同阿陳生做一次節目嘅時候，我有講過㗎啦，我喺度唔重複啦，即係嗰個係醫院裏邊發生嗰啲好嘢。但係我必須要提嘅就係，當我出院嘅時候，咁我一路以為就係我住嗰間房係9000蚊1晚啦。咁點知原來找數嘅時候，記得睇睇原來係7000蚊。屌你老母臭閪啊！我揀9000，你喺我面前就係話9000好撚貴啊，不如7000咁樣，我都冇撚答你 OK。你又幫我都要 downgrade 咗我啊！你真係話得下事喎，呢個咁嘅臭閪，你收銀嚟嘅啫喎。好聽就繳費處管理員，唔好聽啲講句得罪講句，你收銀嚟嘅啫喎，你老母個閪！OK，
咁然後有一個要補充嘅就係喺12月14號朝頭早9點鐘醫生巡房嘅時候，我終於知道我係咩事啦！原來我係橫紋肌肉溶解導致急性腎衰竭，亦即係話喺2024年12月10號，我喺嗰兩個人嘅嗰張床褥上邊甦醒嘅時候，我瞓喺我自己嘅大便上邊嗰刻，其實我嘅橫紋肌肉已經溶解，然後一路冇得到及時嘅治療，而令到個情況越嚟越惡化，導致急性腎衰竭，亦即係令到我第一次入去急症室嘅時候嘅嗰種唔舒服，嗰種瀕死嘅唔舒服。如果12月10號嗰一晚喺亞東醫院急症室，我已經係橫紋肌肉溶解導致急性腎衰竭，而嗰隻咁嘅臭閪指揮命令影響到亞東醫院急症室裏邊嘅醫護人員唔同我做任何嘅治療。原本係諗住俾張藥單叫我攞止痛藥就打發我走，不過後尾就好啲，驚自己會舐嘢，於是幫我照咗個 X-ray 同埋個 MRI。但係呢兩種咁嘅技術係睇唔到一個人佢個腎係咪急性腎衰竭緊㗎嘛？咁跟住就係12月11號，我個好朋友啦喺個牛肉麵檔嗰度咁啊，同我即係作出呢啲咁嘅保證同埋，即係話會幫我手啦。然後12月就令我好失望啦，但係令到我又覺得好 sweet 啦。我啲兄弟俾人咁搞，仲報警，我梗係同佢報仇啦！你記住呢一句啊，真係好好聽，好 warm。然後13號就俾人喺急症室範圍裏邊向所有喺度睇急症嘅人宣佈，餘生都需要洗腎啦！但係唔話俾佢知係乜嘢，然後叫佢自己去 Google。2024年12月10號，我第二次被迷奸。